来看今年的2月，台中丰原一间公立高中发生一起霸凌学生的事件，有一个学生囡仔自杀。学校的调查报告是认定讲霸凌案无成立。人本教育基金会今仔日指出讲，学校的调查方法唔对，结论前后也拢无共款。台中市政府虽然嘛表示讲，因无法度接受这个报告，有2届退回报告，所无法度来介入学校的调查。死者的爸爸嘛批评讲，教育局甲学校互相在杀责任。 台中丰原某一间公立高中，有一位学生疑似是去互7个师长霸凌行地路，校方霸凌小组公布调查报告，认定这只不过是管教失当，宣布霸凌案无成立。3月时，民代和人本教育基金会陪死者的老爸召开记者会，强调这个结果伊无法度接受，嘛讲连想要提到报告的内容，嘛直直去互教育局刁难。他就是不给我，我也不知道说，像我只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，那我要去跟谁申诉？ 人本基金会公布霸凌调查报告的内容，调查小组对全校做的问卷，敢若以学务人员伫咧学校管教敢有合理，也佮有指导处罚监视为着有必要的管教，认为是无意见还是恶意伤害，用这2个问题落去问，刷来排除死者班级教班的问卷资料，最后得出来结果就是认为这7位师长因毋是调降处罚和管教，佮讲教班的资料显示其中3位师长有负面向度的趋势，管教适当的程度是轻度至中度，无佮严重的。 程度，民团认为调查方法充分引导式的问法，结论是前后矛盾。学务人员都没有故意，所以他可能违反了不当管教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要移送到不当管教的那个校事会议里面去做处理。但是在校事会议的调查报告里面说，这些行为有霸凌的疑虑。 台中市府表示，这个学校的师长符合霸凌的要件真明确，已经是第2届甲霸凌的调查报告提上去，但是教育局无法度要求校方重新调查，因为校方是强调3位调查委员拢是请外口的专家来，因无法度介入调查过程。 教育局就是退回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，完全不予认可。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呢，应该要还给已经过世的学生真正的公平跟正义哦。整个调查其实就确实我们学校没有办法介入，对，我们就尊重他们3位专业。 死者的老爸认为学校甲教育局互相会提责任，按算要提出霸凌调查的信号，所以规个案件伫咧短时间内有关是正恶理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